新竹县卫生局有接到通知，讲有确诊者要去过来湾老街，环保局是赶紧派人去到迄个所在消毒，当地商圈也赶紧加强防疫措施，希望疫情唔通影响到过年的生意。对，单子就给。商圈人员一间一间发单啊，提醒店头家注意防疫。新竹县内湾老街传出有确诊者，20长工来这佚佗，虽然讲敢若停留1点钟，而且全程拢有挂喙烟，不过商家也是烦恼，加减会影响生意。影响很大呢。从上礼拜开始说桃园那边啊，一说有几个确诊之后，我们那2个礼拜假日真的完全人就疏少了。可能口罩戴好，然后随身会带一个酒精之类，就是买东西完就会消毒类，也不太可能会边走边吃。卫生局收到通报，透早赶紧派人来现场消毒，相关也加强防疫措施，除了要求商家做好实名制，过年各爱在主要的出入口设防疫工作站。今天早上已经有做过老街的全面的消毒了。那另外一方面的话，我们有就是跟着卫生人员，然后我们商圈的伙伴，然后跟每一个店家做宣导，还有就是请他们戴口罩，然后做好防疫任何的措施。在2月4号前这一段时间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，就是要打电话到医院，然后去预约筛检。过几天特别过年啊，面对疫情，大家拢唔敢靠势，赶紧做好消毒，也呼吁民众出门一定得爱挂喙烟，做好防疫措施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